们这个工程是以预压密的工法来做我们的路体的一个基础。那所以呢，在预压密的这个过程呢，因为我们的路基的基底它是比较软弱的一个土层，所以在这个部分呢，所以我们克服了非常多的一个困难。各个机关的沟通协调的一个部分呢，我们跟厂商还有跟主办机关这边做了非常多的努力，然后很开心，就是在第5届的公共工程的一个优质奖呢，能够得到特优，那也很谢谢各位评审委员的一个肯定。最主要的特色是它有2个，一个转弯，就是说还有要考虑到一个生态环境，一个路穴的一个路径经过行景，这些都是我们在一个施工过程要考虑的。那这个也是因为这次获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跟因素。它的设计采用低冲击开发的一个模式，我们都是用高压透水混凝土砖来造就一个海绵城市跟以往不同，因为以往都是钢筋模板混凝土导致我们的一些排水系统水没遇到100年豪大雨的时候。水没办法有效的渗透，也算是对我们工作人员的一个肯定因为地政局在台南市政府长久以来对于区段征收跟土地开发非常的用心，那也是因为也有找到好的工作团队所以说也是非常谢谢那个台南市政府办这个活动。特别的地方呢是在于我们做了2座滞洪池。来吸纳这附近地表的径流，让这边不会淹水。那并且呢，也建置了1座抽水站。很高兴这个工程呢，除了获得台南市政府公共工程的优质奖之外，我们也在去年的时候，由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呢来到我们现场做不预警的工程查核呢，也荣获甲等的殊荣。那么在今年112年呢，我们也同时获得劳动部职业安全署第17届优良公共工程的金安奖。市长对公共工程的品质非常重视，所以说在这5年当中里面，我们的件数是越来越多。尤其去年是在25件，今年已经增加到41件。有奖项就会有诱因，就会有好的，包括设计公司，包括营造厂商来进来。那对整个设计公司里面来讲的话，它整个以后将来它来参与我们的评选的话，它就会有一个加分。对营造厂商来讲的话，它如果假设得到特优的话，它有2年的，包括它的押标金，有投标时候的押标金，跟履约过程中的履约保证金，以及它完工以后的一个保固保证金，都可以获得减半。所以说以后它对它整个投标的一个负担就会比较小一点。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今年是第5届台南市的公共工程品质的金质奖，还有优质奖从我当市长之后第1届开始举办，目的是要为了提升台南的公共工程品质。因为只要能够获得我们的肯定以后，另外也是鼓励将来在投标标我们台南其他的公共工程的时候，它能获得一些优惠。同时，如果能够全面提升我们的公共工程品质的话，那将来不管在全国性的评比，或是投标到其他县市的公共工程，都会获得比较好的这个结果。另外，市民也得利，因为公共工程品质提高，市民就享受更好的工程服务。那对厂商、对市民、对市府都是好，这是一举3得。2024台湾灯会在台南，2月3日到3月10日，邀您一起来台南赏灯。了是讲嘅，欢迎收看12月21号的中港台南电新闻。议会临时会上午结束，顺利伫今年底完成明年度的预算审查，交予市府执行。会中伫临时动议当中，议员蔡淑慧要求警察局拍算伫南区交通大队所设立的灯庆射击靶场，一定要办说明会，甲民众沟通。因为当地对着靶场的安全甲安宁的顾虑已经议论纷纷。
议会临时会最后一天闭幕，在临时动议的提案当中，议员蔡淑慧表示，针对南区交通大队将设立长青射击训练靶场，地方拢议论纷纷。因为民众烦恼靠近主题区，加上是单纯台南使用，连南部县市的警戒拢会过来，互当地真烦恼，会有安全安宁的顾虑，要求警察局召开说明会。长枪射击训练场，对，要建一个靶场，要建一个靶场。那个局长，我可不可以拜托一下？因为那里很紧邻我们很多的住宅区。那最近附近居民都人心惶惶，想说在这个交通大队设一个靶场，但是我后来有问一下我们的公关，他是说这个靶场的设置很先进，是密封式的，不会有危险。但是附近的居民听得到的很少，他们都很担心，是不是在这个部分，请我们警察局要新建之前，或是你现在正在筹划之前，先是不是找其他比较偏远的地方去设置？那如果一定要设置在那边，是不是开一个说明会，让附近的居民知道我们整个设备不会影响他们的居家安宁，也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居家安全？律师局长回应，该靶场是内政部专案补助有5亿外，是9年前规划好报请中央核准。面对地方的顾虑，虽然强调靶场以目前的科技，伫安全甲噪音唔免烦恼，不过伊立场嘛倾向煞所在，将持续向中央沟通。当初这个中央就是行政院补助我们这个靶场啊，就建2个，一个在新营地区的铁线桥派出所的旧址，那一个在交通大队旁边的拖吊停车场的空地啊，总共给我们8亿多了哈，在交通大队旁边这边是5亿多，然后另外在铁线桥派出所这边是2亿多了哈。那在我的看法，因为这个案子在我还没有来之前送出去的，我是希望训练科跟中央这边就警政署那边来反映，因为这边毕竟在市中心有很多的不方便的地方，我是希望在比较偏远的地方了，这边还在沟通中。安宁跟安全部分，其实我们也都会做把关。那这个是都没问题的哈，因为现在科技，然后整个这个招标过程呢，会把那个尽量的安全设施，还有那个噪音设施，一定会让大家满意的。虽然目前靶场的地点也去甲中央沟通，不过当确定的是，一旦决定会伫地方举办说明会。台南新闻军籍林英光采访报道。参选第5选区的立委林俊宪为了回应支持者的期待，特别将选区一寡扛棒变成抢救党内不分区提名的王义川。林俊宪强调，就是要有关民进党伫台南的总统票甲不分区的政党票，协助全党做伙胜选。伫台南市中山路甲民权路口意外出现这面大型扛棒，唔知民众也准讲是宣传什么电影。其实这是立委候选人林俊宪的竞选扛棒，一般候选人拢是抢救家己，不过这回抢救的主角却是被民进党列为不分区的王义川。林俊宪表示，面对主要的对手王家珍失去参选资格，外界传出直接保送以后，就受到党内参选同志邀请四国助选。把会议思考转变选择的重点，希望冲关党内不分区立委甲总统票。过去选民最少讨论到、比较不注意的就是政党票。那这一次呢，民进党在政党票的选举，我们的不分区王义川这个抢救王义川大兵很意外的在这场选战成为一股潮流除了能够极具鼓舞我们支持者的士气，同时呢，也吸引了很多平常比较不关注到这个区块就是政党不分区的选民。所以，我们希望能够让更多的民众了解到这次民进党国会过半的重要性。所以原本我在市区有几块重要的看板，都是用我个人的选举为主轴，我现在把它更换为抢救王义川大兵，陆陆续续我会上我后面这样的一个看板，希望能够在最后这场选战呢，在我的选区里面把我的选战能量转化为冲刺政党票，拉高总统得票。
面对这个抢救王义川的扛棒，议会民进党团成员嘛踊跃出席自拍，宣传王义川的个人特质甲专业，希望唤起支持者甲中间选民的热情。王义川本人的这个个人特质哦，除了是在地的台南家里人以外吼，还有伊本身的口气，还有咱本土的这个气味吼，所以吼，我们也希望说这个政党票，可以把大家的这个士气吼紧追出来，要呼吁大家可以一起来抢救王义川，我们一起支持民主进步党。那也要记得进去投票所不会看到王义川的名字，只会看到6号民主进步党，请大家一起抢救王义川。林俊恒表示，目前抢救王义川扛棒第一波采3面，后续伫第5选区将设10面，希望成功开辟民进党选情的另外一条新路线。美德赢台湾，抢救王义川；国会拼过半，抢救王义川。台南新闻军籍林银根采访报道。启用30档的台市马场，因为设备老旧，市府开1500多万，增建为符合国际比赛场地，同时委外经营，重新来开幕。未来期待打造选手培训以及推广观光加比赛特色马场。哇，好棒哦！来人热情的掌声！因导的美术表演为重新整建的台南市立美术场启用，这座场地符合国际美术赛事需求，市府希望会当带动台南美术运动风气，同时培训选手争取好成绩。虽然我们台南不产马，但是我们的马场一定要做得更好。一方面让全民可以来这个使用，好；一方面让专业的选手也可以来训练，获致更好的成绩。台南市立美术场位于观光发展的重点区域黄金海湾，经营团队也将美术结合观光，表示未来每礼拜拢有活动，每个月拢有惊喜，打造全面美术运动教育文化体育园区。从黄金海岸的这个世纪马术场开始，到船屋，一直到我们的安平，品尝我们的美食等等这些。无论是1日游、2日游，这座美术场未来将甲黄金海活联动，打造观光胜地。体育局也将举办各种赛事，结合国际甲国内体育教学资源，朝向国内一流美术运动教育目标迈进。台南新闻所采访报道。过年食团圆饭，拄仔伫厝围炉，嘛袂少家庭选择到饭店，或是餐厅食大餐。其中固定台南香格里拉饭店的29暝围炉就相当踊跃，因为距离过年也阁有1个月，不过倒车已经被全数订完，所以饭店将加开食厝加包厢，开放予也有想要订到的朋友。台南远东香格里拉大饭店推出除夕围炉，不但有安排乐团演出、古早味童趣游戏、新年抽奖以及全家福翕相等活动，同时还有精彩川剧变脸表演，让全家大小在热烈欢乐气氛当中吃团圆。也是因为趣味又够喜气，所以饭店每一次的除夕围炉宴拢人气满满，马上特别订了。今年的除夕围炉在各个餐厅定位是非常的踊跃哦，到现在已经全数满，已经排到候补了。不过为了符合就是过年期间大家都要出来团聚啊、吃饭呐，然后也让家庭主妇可以休息一下。我们在我们的宴会厅哦，除了就是有大的场次的一个宴会空间，除此之外，我们还把所有的包厢全部加开。那现在的数量没有很多，大家赶快把握机会哦。除了团圆宴，饭店也有推出年菜外带专案，提供消费者来选择。也有一些家庭喜欢在家里用餐，那我们也有醉月楼的年菜外带，那八道式的年菜外带，那也可以让大家带回家轻松的享用。那年菜外带是以当天除夕当天的现做，所以大家带回家是热腾腾的，所以回到家其实不需要再去解冻复热，是非常方便的。配合个人送礼习俗，饭店嘛大声推出6款中西式高档的伴手礼礼盒仔，就是希望会当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元的送礼选择。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
圣诞节意义本来就是爱甲分享，所以安平建平里伫12月23、24两天特别举办圣诞市集，要来传达对身体障碍朋友甲流浪动物领养的关心，而且到时卖结合不动产甲食品加工这两个工会来适当义卖，转手将换做礼券捐予里内弱势民众。12月23、24这两天，安平建平里以爱为诉求，将举办一场圣诞市集。所邀请的70外个单位当中，特别邀请以照顾身体障碍者永华社区复健中心以及空家福田庇护工场，希望透过朋友所辛苦制作的面包、技能果等产品，互社会了解学员希望自力更生的努力。而且，互因加入社区活动，嘛是一种福建。另外，会中也有不动产职业工会、甲食品加工职业工会来设立爱心单位，将义卖所得转数捐予建平里内弱势家庭，为今年的圣诞充满爱心。我们这次的市集是以爱作为出发嘛，因为我们里面都充满了个爱心那我们这次摊位有超过70个以上最主要是说。我们里面有2个单位有过来，是他们专门照顾那个精神病友的永华照顾中心，还有那个福田那个庇护工厂这2个单位是好不容易他把病友那个精神病友把他们照顾得很好，甚至可以走出户外可以来我们贩售他们自己的产品我们现场也有做一些问答的东西，不要让把这些精神病友把污名化那真的这次也是很感谢我们有一些单位像我们的那个不动产职业工会，他们的爱心义卖全部要捐给我们的那个健品弱势家庭所以说我们希望多多来捧场他们，还有我们那个礼拜六那个动物流浪动物，他们也会过来让那个认养，而且一些周边商品的认养真的。很感谢他们，然后还有我们那个饰品职业工会，他们有那个茶叶的义卖，而且还列入我们全省的那个全国的，台湾百大的伴手礼所以说我们都有不错的产品，希望大家来共襄盛举。到时圣诞市集除了做爱心，嘛推出流浪动物爱护协会领养活动，以及街头艺人表演，要来为活动炒热气氛。邀请大家12月23、24两天上午10点到下晡4点来到建平公园。圣诞市集，大家一起来！台湾新闻军籍林英根采访报道。社团法人台南市自闭症关怀协会今年4月拄成立，12月19伊嘛正式举办成立大会，邀请各界贵宾甲家长代表共同见证，除了期待透过协会为自闭症儿童甲家庭争取福利，嘛希望会当发掘因的潜能甲专长。台南第20外当前的自闭症协会是由成立家庭所组成。后来随着囡仔大汉，协会就慢慢停摆解散。但因为看到生理的需求以及协助，郭涵瑜伫今年4月创立社团法人台南市自闭症关怀协会，希望会当协助到生理家庭。今天是我们的成立大会，很开心。今天呢，非常多的家长，还有我们的一些议员啊、社会局的长官都有来参与。其实我们当初成立这个协会最主要的目的，是因为大概之前在20年前有成立过这样的一个自闭症协会，是由家长们组成的。那后来可能小孩子也长大了，所以大概在20年前的时候，他们就把会停掉，所以中间中断了快20年是没有自闭症协会的这个单位。那今年呢，我非常的荣幸有这样的机会，在家长们的期许之下，那我们就也很顺利的完成了这个成立这个立案。那我希望说，这个自闭症协会呢，日后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孩子，他们可以呢得到他们所需要的一些资源。那每一位家长呢，可以得到他们想要的一个协助。我们就整合的大家所有人的资源，然后呢，帮助他们，协助他们一些他可能需要帮忙的地方。那结合呢社会的力量，让每一个新儿呢都能够发挥他自己最大的专长。市府社会局也由机要秘书代表市长委特前来致意，并承诺将会协助协会成立小作坊，
今天很高兴哦，代表黄伟哲市长哦来参加自闭症关怀协会的一个成立大会。那其实我们非常感谢这些家长团体能够长期来协助我们，来关心自闭症的小朋友跟自闭症的一个家长。那不管是自闭症的小朋友还是其他爱奇儿，其实都是上天给我们最棒的宝贝。那我们应该能做的就是想尽办法来这个协助他们开发他们的一个才能。那所以协会也有提出要求，未来他们希望能朝小作所的方向去前进，还有做家长的支持系统。那这个部分，过去我们社会局也常常在这么做。那我们未来也会跟协会一起合作，让这个社会安全的系统跟网络做得更好。台南市自闭症关怀协会目前的会员人数大约有60人，会员以及顾问拢是来自社会各领域优秀人士，希望会当集结资源，为生理以及家长再来帮衬。理事长郭涵瑜也欢迎有需求的生理家庭，会当向协会联络。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为了解决空气污染，台南市推动亮丽清空的计划到达已经10档，一直到今年10月为止，那天的比例高达9.1%，已经是6年来上悬。所以环保局特别举办表扬典礼，感谢民间企业团体伫背后的支持甲贡献。为了改善空气品质，台南市府不管是引进工地变革、汽机车定期检查维修，拢积极推动减少固定也是移动的污染。这项措施当中，亮丽清空计划推动到达已经有10档。根据统计，那天二数比例为109年开始突破8成，今年更是创下超过91%的纪录。工商业的发展，因为整个这个社区或者说整个地球环境的改变，所以污染越来越多。因此呢，我们在我们自己所本身的工作范围内，甚至于我们站在城市的发展的范围内，我们一定要维护这个好的空气品质。那维护好的空气品质，当然就有很多的方方面面。台南市空气品质维护指导单位分为营建工地、柴油车、机车定检站、空品净化区。市内空气品质优良场所、公告场所以及非公告场所等6大类，总共有38个单位得奖。那我们发现，我们台南其实有很多工地的表现，还有这个电动机车的服务上非常就是成效非常卓著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对于这几个比较优良的厂商给予一些奖励。那当然这个也包括民间也有政府的单位啊。像工地的话也有学校的单位，所以这个都很难得啊，所以对我们台南空气品质改善有非常显著的提升。各单位拢是经过专家学者评比以及辅导，伫业务范围内对空气品质的维护有着较大的贡献。台南市环保局感谢各单位对改善空气品质的付出，期盼会当继续合作努力，让市民更加好的空气品质。台南新闻出海采访报道。目前，台湾文学馆正推出一场美国甲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展览，呈现1960年代台湾作家如何透过西方现代主义的技巧，发展出台湾现代主义。欢迎有兴趣的民众把机会到场观赏。自今日起，各类台湾文学馆的展景，会当看到墙面上记着几百条历代现代主义的重要事件。也可以当透过动画甲光影特效，感受历史氛围。这个展呢，是这个群星闪耀，美国跟台湾的现代主义文学，所以在这个展里面呢，各位会看到更多的关于美国现代主义这个文学的展出。美国以及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特点，介绍1920到1950年。海明威、福克纳、费兹杰罗等美国现代主义作家，以及因对美国社会的亲历观察所创造出来的能量。当然，在这整个文学生产的过程中这个梅心处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白先勇他们所创立的现代文学，还有之前更早的这个文学杂志跟梅心处的关系都是非常深厚。那这一个展览主要就是从一个非常这个宏观的一个角度去看出美国的文学。为美国新闻处的翻译，也整理出1960年代的台湾作家，
如何伫去修西方现代主义技巧了后，发展出台湾特殊的风格，同时也具有强烈的本土创新精神。For nearly 50 years, the U.S. Information Service, or USIS, helped support U.S.-Taiwan artistic collaborations by publishing literary magazines, translating works by Taiwanese and American writers, and organizing writers' workshops. I learned that modern Taiwanese writers and artists read translations of American works that were provided by USIS, then created great works of their own with a uniquely Taiwanese perspective on the modernist movement. 策展单位也向美国借济珍贵的图书抗压运动案，期间也佮规划相关的系列活动，希望透过丰富多元的展览，让民众会当更加了解现代主义对台美文化的深刻影响。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感谢收看12月21日中港台南电视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